嘛，最近这段时间，新冠病毒境外输入的病例一直在增加，民众佫开始胆，佫开始咧抢买喙罨咯。要阁要来提醒乡亲，唔通去买到乌心喙罨。这个海关短2天，都查到10万外片邮价，也即是快送到台湾的喙罨，拢是中国制，假是台湾制。啊，新竹嘛有民众伫咧连锁药房所买到的线装的喙罨，无任何的标示，这可能嘛是假的医用的喙罨。所以大卖场早起开放防指纹合格喙罨，这个人有够多，一开放8分钟，5万盒的喙罨都随防指纹了咯。这还这样人少哦。透早的时阵排队就排到落长，排头一个透早4点就去占位啊。对面建村都2钟头前就来买了。大卖场准备5万盒的医疗喙罨开放新指纹，8分钟卖了。对于后面排队的民众没有买到，也是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。那后续我们会再跟厂商来看有没有办法谈到后续更多的进货，来让更多的民众可以买到口罩。境外疫情的案例增加，大家佫开始抢买喙罨，买的时阵要注意哦。前2天关务署就发现讲超过10万片涉水真青的喙罨，用寄还是快递来台湾。虽然讲拢唔是医用的喙罨，但是顶管拢印 MIT， 可能是假的。新竹嘛有民众伫药局买喙罨，但是嘛是惊讲是假。药局虽然是有提出证明是医用喙罨无唔对，但是来源真多嘛真乱。这段期间真的口罩很乱，所以它的时间的话就是很多批。不一样的厂商会提供给我。卫生局嘛接着检举，目前可以调查中盘喙罨的来源，嘛甲你提醒一下，不管是有阿捌装还是无，拢爱选标示清楚的产品，才袂了钱，佮买到假造品。